終身樓市知多啲 ，Hello， 歡迎大家收睇 Henny 嘅地產頻道。我哋今日呢條片要同大家分享港澳台同胞喺終身買樓置業所需要用到嘅資料同埋手續嘅。呢2年咧，隨住呢個港車北上啦，同埋粵車南下嘅政策深入推進，中山同埋香港之間嘅聯繫咧係越嚟越密切嘅。與此同時啦，有好多個知名嘅港星，甚至係個別嘅香港官員、議員選擇係我哋中山購房。此外，近期咧，中山仲迎來咗呢個台灣同胞置業嘅爆發期，有個別樓盤嘅項目頻繁咁發出呢個台灣客成交嘅喜報，比如話坦洲嘅國際花城啦、南朗錦繡海灣城啦、三鄉華發觀山水呢一啲有山有水有湖有海嘅宜居大盤。咁我哋港澳台居民喺中山置業，究竟有邊啲政策限制？需要準備啲咩材料呢？有需要嘅朋友就一定要認真聽下 ，Henny 咧就直接上乾貨啦，帶你全面了解港澳台居民喺中山置業嘅政策。第一，先講講我哋嘅港澳居民喺中山買樓係唔限購嘅嚇，首付比例咧係15%，雙貸利率咧係3厘，所需要嘅材料咧就有港澳通行證啦、身份證啦。如果需要做按揭嘅話，仲要提供香港或者內地嘅半年嘅銀行流水啦，同埋你嘅收入證明啦、婚姻證明啦、徵信報告等等嘅。第二個，台灣居民喺中山限購一套新建嘅商品樓、二手樓咧係唔限購嘅，首付比例咧亦都係15%，雙貸利率咧係3厘。所需要嘅一個材料咧就有台灣通行證啦、身份證啦。如果你需要做按揭嘅話，仲需要提供呢個內地半年嘅銀行流水啦，同埋內地嘅收入證明啦、你嘅婚姻證明啦、徵信報告等等。第三個，港澳台居民喺中山置業仲可以申請呢個公積金貸款。咁公積金貸款嘅利率咧就比雙貸會低啲啦，係僅需要2.6厘就可以啦。但係咧，公積金貸款需要用到嘅人咧就好少，而且符合要求嘅人更加少，所以呢一點咧我就唔展開嚟詳細講啦。第四個，上面情景有可能需要用到呢個中山嘅居住證，港澳台居民申請呢個居住證嘅條件係喺內地生活半年以上，有合法嘅穩定就業、合法嘅穩定居所等等。如果大家仲存在疑問嘅，可以喺呢個影片嘅上方揾到 Henny 嘅聯繫方式，我哋再深入交流。咁下期再見啦，拜拜。